以為神科畢業就可以喺 Tech 界暢通無阻。早排去 HKU 做 sharing， 有學生問我名校 branding 出到社會到底有冇用呢？我嘅答案好現實 ，Yes， but only to a certain extent。名校光環只會幫你 networking 拎到更好嘅 first impression， 或者 CV screening 容易啲過到 HR。It gives you the ticket, but it stops right there。當你坐低落手做第一個 project 嘅時候，根本冇人會在意你邊度畢業，剩低嘅只係睇你個人到底係幾多真材實料。名校光環其實係一把雙刃劍，頂住頂尖大學嘅名校，市場對你嘅期望自然會更高。上 production 錯漏百出，搞到要 roll back， 佢哋會話：哦，原來神科畢業都不過如此嘅咋。當你 enjoy 緊學校嘅名氣帶俾你嘅光環，你同時都要孭起維持校友質素嘅責任。千祈唔好將師兄師姐儲落嚟嘅 credit 敗晒佢。與其食老本靠張沙紙，不如俾啲真貨出嚟，創造真正嘅價值啦。你覺得學歷同能力邊樣重要啲？留言區話我知啊！我係練馬師 Casper，follow 我，同我哋拆解更多香港 tech 界嘅職場心得。